好，又係我哋 P 台北。咁今次咧，我哋由呢個耀星發展學院咧去講解一個日常啦，我哋成日都會聽到，但係又未必好知係咩嘅，就係 ESG。ESG 呢個概念咧，其實喺西方裏邊咧，起碼都十幾年前已經講噶啦，就係見到一個永恆而且具道德標準嘅未來。咁究竟講乜嘢咧？咁啊，今日耀星發展學院咧，就會講解下呢個 ESG 嘅101。咁大家有興趣咧，就可能再有201咁樣嘅。咁先咧就係咩叫 ESG 啦？咁其實係一個策略嘅框架嚟嘅。佢咧就幫一度企業啦，即係公司咧，就有一個管理嘅環境啦、社會同埋呢個管治啦，同埋睇下有相關嘅機遇咧，去表現出嚟嘅一個框架，俾一啲持份者啦，就係有參考嘅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啲港股啊，即係嗰啲上市公司咧，都要交呢個 ESG 嘅 report 嘅，所以 ESG 咧就會近年點解咁受歡迎，得咁多人喺度 sell 啦。咁其實咧，佢嘅核心宗旨咧就超越咗純粹嘅財務嘅指標嘅，佢就其實咧就將個企業咧同世界影響啦，即係唔係齋一個血汗工廠，其實佢對社會有一個持續性嘅貢獻啦，亦都確保佢哋有道德標準啦，員工咧得到合理嘅待遇啦，確保呢個企業咧能夠長期發展嘅韌性。咁啊，E 係咩咧？其實就表環境。咁啊，環境即係周邊嘅我哋嘅唔同嘅環境啦。咁其實商業嘅環境咧，其實我哋都要睇下我哋真實嘅環境嘅。咁啊，代表咗企業咧同呢個自然世界咧，係有一個守護嘅責任啦。咁例如都好多人都講嘅，就減少個碳排放啦。因為而家極端嘅天氣都成日都發生啦，係啦。咁我哋都真係保育下我哋嘅環境嘅。咁佢就會包括咩咧？碳排放同氣候變化管理啦，自然資源，即係我哋啲資源嘅有限噶嘛，咁啊需要點樣去保護我哋嘅自然資源啦，同埋減低個污染同廢物嘅。咁呢個就對環境嘅好處啦。所以就係 E。好啦，我哋唔講個 S 字，先講個 G 先。G 係咩啊？就係管治 governance。哇，咩叫管治啊？就係咧，一個企業咧，其實好多時候咧，就需要一個管理層啦。咁佢哋包括董事局啊等等高薪嘅管理層。咁其實咧，我哋確保佢哋嘅管理咧係有效嘅，就要確保佢哋有高嘅透明度啦，亦都冇呢個腐敗啊或者係有啲貪污行為出現嘅。咁你講緊呢個企業嘅倫理啊、法規啊、合規啊，同埋個董事局咧係多元化，即係會唔會係偏埋喺某一種嘅人裏邊咧？咁男女嘅比例係點樣咧？咁呢啲咧係喺個 governance 咧ESG 裏邊都有講過，亦都有個規管性嘅，亦都鼓勵咧多元化啲嘅。咁你到資訊嘅透明度啦，會唔會間公司收埋埋，原來隨時都會有機會引爆到一啲隱藏危機啊，咁樣呢啲咧都係唔想嘅，所以咧就係 ESG 係鼓吹翻嘅嘢嘅。S 就係有社會嘅探索影響啦。咁呢個咧比較複雜少少嘅，咁包括咧就係咧佢要確保製造一個公平公正嘅地方啦，令到所有員工啊、既得利益者啊都能夠得到平等嘅機遇待遇、包容嘅價值啦，打造每一個人咧都能夠可以受到尊重、受重視，即係唔會俾人歧視啊、針對啊等等嘅地方嘅工作啦。咁啊，亦都要關懷個社會喎，即係除咗自己公司賺錢之外咧，其實佢都有責任去配合呢個社會人才啦，或者係對社會有一個積極嘅影響啦，就唔係淨係揸光晒一個職員嘅精神啊、力量啊等等嘅。咁人力資源管理都好重要㗎。咁我哋喺S 裏邊、social 嗰邊咧，亦都要知道咧，佢哋有冇合理嘅薪酬啦，同埋個勞動標準會唔會一日24小時7乘24都要做嘢啊？啊，九九乘六，但係咧係之後原來都係仲有其他要不停嘅 OT 啊，咁呢啲都唔算係一個好嘅人力管理入邊嘅。咁平等啦，咁又唔會有偏見啦，唔會有年齡嘅偏見啦、性別偏見啦、灰色種族嘅偏見啦，咁等等啦。咁同埋咧，除咗要喺嗰個工作上邊，員工要發揮佢嘅所能咧，亦都要提供一啲培訓機會，等佢有上升嘅空間咧。呢都係 ESG 裏邊講求嘅一個企業責任啦。咁其實咧，仲有咩啊？安全同埋健康喎。因為咧，除咗保障員工嘅晉升啊、薪酬等等咧，其實都要保障佢哋身心健康，係啦。即係而家好啲咩身心健康假啊等等呢啲咧，咁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公司咧就會採用噶啦。
有個全面嘅醫療福利啦，因為始終員工就係公司最好重要嘅資產啦，咁就係最重要嘅資產啦。咁一定員工嘅身體健康啊、心理健康係對公司嘅發展啊、嘅營運啊，或者係一個盈利咧都係好重要嘅。咁亦都要一定確保佢哋工作環境安全啦。如果做嘢都唔安全嘅，點有心幫你做嘢啊？係咪先？命仔顧唔到啊，點再同你去發展同佢搏命咧？所以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地區嘅影響力啦，咁話一間企業點嘅地區啊，冇錯啦。其實一間企業咧做得好嘅話咧，其實可以去慈善機構咧進行捐贈啦，多啲關懷社會啦，多啲落去社區裏邊同呢個社區融為一體，就唔係一間公司就係一間公司，其實佢可以發展得更加大，係一個社區啊。其實如果日本嚟講咧，呢個會比較多少少。日本嘅企業咧，對於喺個社區啊，或者係喺嗰個地區嚟講咧，佢哋個滲透率咧係關注度好大嘅，即係去到個地方，可能已經知道，哇，同一個公司有深深嘅聯繫咁樣嘅。嗱，咁就提供多啲嘅義務服務工作啦，即係多啲鼓勵員工參加義工啦，或者係進行一啲公司贊助嘅義工啦，係啦，更廣泛支援呢個社會同埋永續事業啦，即係唔係淨係 one off 或者短視嘅，我哋應該係睇到持續可以發展嘅。點解 ESG 對於企業咁重要咧？唔係近年嚟點解咁多人喺度鼓吹樣嘢咧？就係因為建立一個信譽信任啦。咁喺消費者同埋投資者裏邊咧，心水嘅品牌唔係一個血汗工廠，係一個可持續可發展，亦都係關懷社區一個好嘅企業。人才吸引力啦，因為頭先講過啦，佢哋會注重呢個員工啊嘅身心健康啦、工作環境等等嘅。咁其實呢啲可以吸引到更加好嘅人才咧去加入啦。咁如果一對比一個咧，大家同一樣人工，一個咧係注重員工嘅身心健康，另一個咧就純粹係追求呢個盈利，咁大家都會識揀啦。如果打工仔係咪先？咁風險管理啦，咁因為有高透明度啦，但係亦都鼓勵呢個信息係比較即係比較透明性啦，所以嚟講咧，佢個風險管理會比較好嘅。咁啊，另外咧，呢個亦都好緊要嘅就創新適應力啦。如果一定係創新，因為有 ESG，佢就有一個好嘅環境，就可能係種一啲有一個好嘅土壤，可以俾一啲創新嘅點子，即係好似種子去發芽。咁令到創新係而家今時今日2026年，創新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諗頭啦，即係 AI 啊或者等等嘅。咁如果員工有一個即係相對舒適，亦都有個合適嘅環境下，咁嚟講佢哋嘅創新力量都會比較高。咁我哋初步咧就講緊 ESG 嘅嘢啦，希望大家諗完之後，如果有興趣想聽深入少少嘅，我哋可以有個2021班嘅，我哋耀星發展學院咧啱啱成立嘅啫，咁希望咧可以大家釋放大家無限潛能啦。我哋都希望我哋學院咧可以提供多啲唔同嘅而家坊間譬如 ESG 啊、AI 啊等等唔同呢個新時代嘅 training 啊，或者係一啲講座都得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我哋合作嘅，麻煩留個言，我哋會盡快覆返你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個片再見，拜拜。